红米，好美好美。我不必到外国去逛，在新营呢，新营文化中心哈，刚刚还有在唱歌，吉他唱歌呢，正前方那边。北边南宁丽都新还有创意灯笼，哦，那个艺术品，好像救生圈那样，它晚上看灯亮，好像那个灯笼，创意灯笼艺术，它沿水月金港啊，哦，灯节艺术品展览2月2号到3月3号，它放风炮了，很热闹的是2月18、2月19号。你看这中正路文化中心附近而已，在银行，还有银行北边哦，有韩国式的呢，韩国的式的哦，韩国式的餐厅、料理店。哦，要看美术品哦，来登堂入室这边看，很美很美。在这边欣赏艺术品哦，很美很美。哦，好多艺术品哦。你看了年终，现在已经大年哦，你看，艺术品现在打折拍卖呢，6.5折、6折、6.8折的，有温馨布品、欧式名画、欧式艺品、乡村家具哦，好美好美。还有国民旅游卡，国民旅游卡也可以来买这个艺术品呢。哦，还有公鸡，还有鹅的，公鸡哦，你看鹅的，还有鹅哦，哇，真的好多艺术，买回去当这个摆饰的艺术品呢，真的好多艺术品呢，多，哦，真的美不胜收。看艺术品不必故宫博物院，你看得到，也不必到外国，你看。就在新营这边哦，登堂入室，哦，你看大年初2都还有开呢。那国民旅游买好多艺术品呢。哦，来这边欣赏艺术品真。然后欣赏完了，可以到那个丽都新那边看那个创意灯笼艺术品，你看远方那个灯亮的地方。然后对面就是文化中心，对面就是文化中心，新营文化中心。哦，来看艺术品哦，来看看艺术品哦。你看连路上都有这个艺术品，连那个马路上都有这个艺术品。那叫台南县的宽频的台南县宽频管道，那些字是台南县宽频管道，在县市合并之前就有了。哦，典藏家饰啊，你看登堂入室那个典藏家饰哦，你看好美哦，典藏家饰好美好美，好多艺术品哦，好美好美哦，艺术品。白天还照不到里面那么漂亮，那晚上灯一亮，哇，这样一拍就很清楚。哦，南宁哦，南宁文化廊道，南宁文化廊道，你看远方那个还有路的，我看到远方那个还有路。然后白天那个，江南大圳去中圳嘛，那田地那边的小圳。哦，旁边的这个丽都新，旁边都有。哦，利川街，你看哦，韩国料理店哦，新牛
文化中心这边的韩国料理店，今年文化中心这边的，这个做到麻豆的。也可以到那个白沙金寮国小后壁火车站附近哈，顶长管树下长管树，先锋从小太阳公招你看，奇彩离了，新港东。到那个金寮那边的，在文化中心这边坐公车也可以到金寮。也可以到土沟呢，土沟戴天湖土沟美术馆后壁的土沟戴天湖土沟美术馆，也可以在文化中心这边搭公车嘞。一卡通的呢，还很方便。还有欣赏莲花就在文化中心这边的公车这边。搭公车这边还可以免费 USB 充电呢。手机的 手机充电的一个，你看，免费福利 USB 充电座，你看，有数位电源的也可以充电，手机的也可以充电的，你看。还可以到仙公庙，你看文化中心这边的搭公车还可以到仙公庙呢。你想要去仙公庙，在东山了仙公庙那边玩的话，到青山了。可以在文化中心这边的这个公车，这边搭公车很方便的要到金寮，要到那个仙公庙，是东山的，是青山的仙公庙。到仙公庙都很方便的。到东园，到东山到青山了吧？仙公庙。原来在文化中心这边搭公车就可以到仙公庙，也可以到那个金寮。金寮那边不是有5米热那个吗？吃割大饭那个吗？你看，还可以到故宫南院呢，高铁嘉义站故宫南院。还到下茄东，到后壁高中，到上茄东，还可以到高铁嘉义站故宫南院。在文化中心这边的搭公车，还可以免费无线上网。我再找看看有没有到盐水月津港了。盐水月津港那个好像是在新国高中南边那边的，那个是民治路的。以前农会那边的那个公车站从那边搭可以到盐水月津港，盐水老街到月津港那边看那个灯节艺术品展览，2月2号到3月3号，放风炮是2月18、2月19，地方性活动庙宇庆祝，热门观光景点，年长行动不便就乘车上下2、2、3金龙石城。这边很多人坐这条路线，你看遇到那个上下班的金龙石城，年长者行动不便者也会来，长者也会来搭这个车，可以到故宫南院可以到金寮嘉义故宫南院到金寮，到东山也是青山仙公庙，很方便的往北往东。往嘉义南院可以到麻豆很方便的。到下营到麻豆还可以免费无线上网，好方便。公车站就免费无线上网，还可以免费充电手机充电或者是行动电源充电你看文化中心对面还有那个欧风玉品店。欧风的家具装饰品、美术品，还有韩国料理店，还有日本太和工坊，日本太和工坊，日本
韩国、日本的都有。看到了，韩国、日本的都有。韩国、日本的那教英语的，哈哈，韩语、日语、英语啊，你看，那中文哦，你看要看艺术品。南宁丽都新这边看艺术品，哈哈，艺术品啊，哦，在南宁丽都新。哦，这是中正路啊，中正路啊。哦，南宁丽都新这边看艺术品。哦，如果带两只啊，那个手机的话，一只直播，一只现场录影。哦，这样好棒。哦，来欣赏艺术品啊！哦，好多的灯哦，创意花灯啊，那是创意花灯啊。哦，白天还可以拍那个花，好美美的花呀。哦，你看，白天还可以拍艺术品，好多艺术品。哦，这个是创意灯笼，用那个圆圈圈，像救生圈这样，然后有灯，然后这个就叫做创意灯笼，很有创意。哈哈，这叫创意灯笼。南宁丽都新这边呢，塑胶的呢哈，然后吹气，你看就像救生圈这样，然后有加上这个哈，这是一堆滴灯来是日光灯吧，好像日光灯的可以弯吗？哦，加上这个灯具，然后就很漂亮了，你看。然后一边走一边看呢，好像在散步。哦，旁边还有花可以欣赏。哎，这个还可以上去走的嘞哈。没有确定是不是可以上去走，所以不要随便上去走。你看走到这里不小心那个会碰到了，这可能是要，哎，真的可能是要给人家走的嘞，很有创意哦。一边散步走一走，这会不会是从那个庙宇那个过七星消灾灯啊，过七星灯啊，哦，过七星消灾灯啊，过七星灯啊有无？然后就是可以走上去啊，那底下有那7个火炉啊，哈，它放木炭来烧啊，它象征辟邪，过火炉嘛，哈，跪河了过火是辟邪消灾辟邪。哦，这白天来欣赏呢，哎，很美，晚上也有灯光的美丽。哦，在南宁丽都新这边的艺术品，这类似创意的灯笼。盐水月经港的哦，盐水月经港艺术品更多。盐水月经港灯节艺术品展览哦，2月2号到3月3号，放风炮2月18、2月19，在远方那个亮亮那边，过去的以前的台南县政府那边，现在台南市的新营民治行政中心，然后那边也有很漂亮的艺术品。都是中国式的艺术品。圣诞节那个季节哈，是用圣诞树来装饰，很漂亮。现在大年初2了，中国式的春节期间呢，是用中国式的艺术品装饰，很漂亮，很漂亮。中国式的就是灯笼啊、花灯啊，
盐水月经港的话，我的小朋友去走看一看欣赏，走了4、5个小时哦，范围很广哦。欣赏艺术品哦，南宁丽都新这边的艺术品，创意灯笼，白天还可以赏花。以前还有这个百花艺术节哦，放了很多花的作品，可以欣赏很多花。你看这个花草种在这个垂直式的棚架，哦，直立式的棚架，只要有人浇水照顾，你看这花草还是可以长得很漂亮的。你看，这一个直立的棚架就可以放很多盆的草啊，很多盆的那个花草，哦，种的。你看有照顾浇水的话，还是长得很茂盛，还是长得很漂亮。哦，这边散步走一走也不错。太和工坊哈，哦，日本式的了哈，太和工坊的日本式的商品，你看那旁边那个韩国料理店哈，韩国料理店叫龙东大门韩国料理店哦，你看那这更北边一点是那个教英语的，哦，刚好有韩语文的、日文的，有英文的，然后我们台湾这边中文的，嗯，那往南的台湾银行新的大楼了，再往南旧的台湾银行，旧的台湾银行变成那个欧风的家具装饰品店，还很漂亮。然后要搭公车来这边哦，那中心旁边这边搭公车很方便呢，可以到高铁嘉义南站，也可以搭公车到嘉义南苑，也可以搭公车到金寮后壁金寮，也可以搭公车到那个仙公庙，也可以搭公车到下营麻豆王庙，哦，要麻豆王庙啦，金寮啦，仙公庙啦，嘉义故宫南院啦，哦。很方便呢，故宫南院、仙公庙，然后白河也有了，想看莲花了。哦，要去林出皮啊，林出皮拍那个木棉花道啊，你可以来这边搭公车嘞，要去金寮，哦，也可以来这边搭公车，不能自己开车也可以搭公车啊。哦，包子蛮可爱的，是那个。哦，饼干类的啊，饮料带着就可以过一餐。除蚝干更方便，葡萄干，比较不会太干燥，对肠胃、对头脑都很好。葡萄干很方便，又不必放冷藏。真的是外出还要带葡萄干。外出参观了，来文化中心、新营文化中心这边搭公车。可以到故宫南院，可以到那个麻豆王庙，也可以到金寮，可以到那个仙公庙，哦，还可以到那个白河赏莲花，哦，看到林出皮赏木棉花，很方便啊，哦，来文化中心这边的公车站搭公车很方便哦哈，往南边呢还要到麻豆王庙呀，往北边要到金寮的。到后壁到南靖火车站呢，往那个东边也可以到白河，到青山的仙公庙。哦，真方便，真方便。更往北到故宫南院，哦，故宫南院真方便。大年初二，新丰大年初二。现在晚上快7点了。
这登堂入室这典藏家饰哈，卖那个值得典藏的艺术品，欧风式的家具啊，装饰品啊，名画啊，布偶的哈，很美很美的东西啊，很美很美。啊，真美真美！你看，欧风艺品店呢、登堂入室这边的欧风的艺品店呢，你看，欧风艺品店。南边哦，这个是新宁丽都新呐、新宁丽都新，啊不对，是利川街，然后文化中心南边的利川街，有时候周末好像礼拜六下午会有那个摆摊贩哦，摆摊贩的活动哦。韩国式的料理店就在中正路文化中心的东北对面，那文化中心北边丽都新哦，还有那个艺术品的展览。哦，你看，很美很美的。很多艺术品，名画家具、艺术品哦。你看有温馨布品啊，还有欧式名画啊，还有欧式的艺术品啊，乡村家具啊。哦，你看，欧风艺品店啊，叫做登堂入室啊，在文化中心的对面，西宁文化中心的对面。